故宮北院推出新秀再現特典，要帶大人囡仔來探索這故宮內面的新用古物。另外，閣再向這台灣歷史博物館北港朝天宮借一尊虎爺和媽祖的靈轎來到這，要來證明講新秀的文化在民間有特殊的意義。這是四海龍王平常時會放佇咧北港朝天宮的媽祖靈轎頂面，祈求漁民佇咧海上風調雨順。這是1912年的古物，現在北港朝天宮給借予故宮做展覽。有2尊是在天上的，有雲彩的，兩尊是在海底的，這樣雕刻都很精細，很微妙。閣有這2隻虎爺造型古錐，因為囡仔交得到豬頭皮，民間流傳虎爺有佇豬頭皮的生日，也是保庇囡仔乖乖交大漢的神，所以虎爺嘛誠做兒童的守護神。這也是大師傅借予故宮做展出的。2隻公的一隻母，做水的，做笑歌的。這是故宮博物館目前推出的新秀再現的特典，除了有收集故宮的點狀以外，閣有大師傅和朝天宮的古物，攏總展出133件文物。開講咧選咧展覽什麼的時陣，因介紹的，講這祖媽的神轎吼，嘛是第一代祖媽的神轎，真罕的出去。很豐富，我們看不完呢。你看，我們看了3個小時，我們還沒看完。俗語講，街頭三笑有神明。故宮表示，自古以來，台灣人敬天地，所以信仰當中也有新秀的形象。這屆甲新秀有關係文物放佇咧故宮展覽，也希望讓大家看到民間信仰新秀工藝對台灣描述的特殊意義。記者陳亞專林旭凱台北報道。